续来到南投市，这个市区的马路溪，因为落大雨涨大水，这个溪水是淹起伫边仔的信义街甲军工桥骹。另外，附近的街路甲这个宝华停车场的空地啊，嘛拢淹水。结果百外台的车总来浸水，居民一透早想要去救车，嘛是无能为力。 南投市这片停车场空地啊，淹大水，100多台轿车浸伫咧水内底，淹水管道嘛已经淹过恁啊，车身浸伫咧水内底，互真侪车辆的警报器等袂离。当时开始淹水的，我以为应该暂没。你车停伫倒？车主寄予30号，想要救家己爱车，尾车还阁会当驶，不过尾车驶到一半随掉伫咧桥路，现场出动真侪台大吊车救援。 淹水阁有这座高架桥骹，嘛是停几20台轿车，大部分的车身一半拢浸伫咧水内底。车主真无奈找朋友请互满伫安全补发来倒上港刹车。整个已经淹过车顶了，因为我让机车打开，里面已经整个都是到顶都是脏污泥那些了。 抛开车门，车内底亲像座椅、hand道路、卡带、书破，全部拢是落果霾。啊，即摆就南投市有迄收费停车啊吼，逐个车拢赶来遮停，所以拢丢掉啊。第四角嘅所在做大水，就是因为边仔这条马路溪涨大水，半暝落大雨，互溪水涨起来，流到附近的江漂，水嘛淹到边上卡土。 当地人讲，马路溪已经7、8年无做大水，市公所这摆准备抽水莫大，嘛袂好抽水。抽水机已经开始在抽水之外，这个发现抽水来不及，所以我们在5点半左右，我们公所也有跟三合局还有这个县政府加派这个抽水机。 市公所加派抽水机抽水，只是大雨继续落，水嘛退甲真慢，车浸伫咧水内底，互车主是介着急，今日当排队等吊车甲轿车一台一台吊走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